歡迎大家嚟到由香港電腦商會主辦嘅香港電腦通訊節2025，並且參與今日嘅重點環節之一 AI 落地體驗跨行業成功案例分享。我係今日嘅主持昌昌，大家好，非常之榮幸可以喺呢一度咧，同大家一齊去探索人工智能科技點樣喺唔同嘅行業裏面發揮作用，為我哋嘅生活啦、工作啦同埋學習帶嚟嶄新嘅可能性。今日咧，我哋邀請咗兩間專注喺人工智能應用嘅企業，佢哋咧將會為我哋現場分享 AI 技術點樣喺推廣、教育等等嘅領域當中咧實現呢一個落地，同埋解決實際問題，創造價值。希望咧咁多位可以透過呢一啲嘅真實案例，獲得啟發，將 AI 科技融入自己嘅未來發展當中。我哋今日咧，首先就會邀請我哋一個團體 AIX Society Marketing Haley 上台為我哋開始我哋今日嘅論壇。我哋跟住落嚟嘅時間就交俾 Haley， 掌聲有請。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 AIX Society Haley Marketing 嘅。咁非常之榮幸咧喺呢度同大家相聚。咁我哋 AIX Society 咧喺呢一個鐘時間內咧，亦都為大家準備咗3個環節。AIX Society 介紹分享新書《你和你嘅企業如何不被 AI 取替》新書發布，同埋最新 AI 企業應用論壇。咁首先咧，我亦都代表下我哋公司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 AIX Society 究竟係做咩嘅。咁 AIX Society 中文名係人工智能應用研究學會。咁我哋想立足香港，服務亞洲，推動企業運用 AI 技術實現自動化轉型同埋創新，融合咗顧問諮詢、技術教育同埋跨域合作，助力傳統企業向智慧營運新時代邁進。咁香港人做生意一直都係要快、準、狠。但係要揾到啱嘅 solution， 唔可以浪費時間。咁依家 AI 咧，亦都唔再係實驗室入邊嘅高科技，而係直接影響到我哋生活嘅方方面面。咁同時咧，由 AI 亦都會令到我哋大家可以寫文章啦，同埋做銷售，亦都到市場分析、客戶服務，同埋 AI 亦都幫到我哋好多嘢。咁但係問題係點樣用得啱，同埋點樣用得着數？咁呢一個就係 AIX Society 嘅作用啦。咁我哋咧亦都有3個嘅核心使命。咁第一就係顧問同埋落地應用。好多企業聽到 AI 咧，亦都係好想用，但係又驚投資錯方向。咁 AIX Society 團隊咧，亦都為大家能夠分析業務需要，揀啱技術、設計流程，確保 AI 唔再係噱頭，而係真係可以幫到你慳時間、慳人手同埋慳成本。同時亦都幫到大家能夠開發新嘅收入來源。咁第二就係教育同埋培訓。我哋相信 AI 唔再係 IT 公司先要識，而係由上到下都要識。咁無論係高層決策定係前線嘅同客人打交道，全部人都要識用 AI。咁所以咧，我哋都設計咗唔同嘅課程同埋工作坊，唔單止係教大家工具，同埋仲要教大家點樣去用 AI 去諗一個新嘅生意模式，改造公司文化，打造一個新嘅 AI 驅動嘅企業。咁第三就係社群連接。香港要行出一條 AI 嘅路咧，唔可以單打獨鬥。咁所以咧 AIX Society 咧建立咗一個社群平台，將開發者、企業、專業人士同埋投資者都拉埋一齊，想同大家一齊互相交流、互相合作，推動更多嘅 AI 企業嘅創新應用。咁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我哋都係多家嘅頂尖 AI 品牌嘅合作伙伴同埋經銷商。咁例如中國嘅同埋香港嘅方案咧，就係 ThinkTalk。中國有7億人用緊呢一個 AI 辦公室自動化系統，已經將 AI 深入到企業嘅每日嘅運作入邊。ReadySpace 可靠嘅雲端同埋安全方案，幫企業處理數據同埋 AI 部署。Midas Analytics 提供數據分析同埋 AI 模型，幫大家能夠更加精準咁樣去做一個決策。咁仲有其他頂尖嘅大模型嘅供應商，我哋亦都係可以幫大家嚟到對接落地㗎。咁換句話嚟講咧，係透過我哋 AIX Society 咧，企業唔再需要周圍去揾 solution， 咁我哋亦都可以幫到大家咧揀到最頂尖、最實用嘅呢一個 AI 工具，一站式咁樣交到大家手中嘅。咁講到
我哋 AI Society 咧唔係話要取替人，而係話想幫大家能夠打開一個新嘅機會，去創造一個新嘅價值。咁喺呢個 AI 時代，香港企業唔再需要話再問 AI 會唔會取替我，而係話 AI 點樣幫我升級打怪。咁希望今日之後咧，大家能夠記得香港有一個 AI Society 可以成為大家未來嘅 AI 好partner啦。咁跟住嘅時間咧，就係我哋 AI Society 為大家帶嚟嘅精彩環節，新書你和你嘅企業如何不被 AI 取替新書發布及最新 AI 企業應用論壇。咁今日嘅論壇係由我哋 AI Society 創會會長、知名 AI 專欄作家及企業轉型顧問蘇仲成先生主持，佢將帶嚟書中嘅深刻見解同埋實用嘅 AI 企業應用策略，幫助各位企業家同埋專業人士咧掌握 AI 變革嘅脈搏啦，唔被時代淘汰嘅。咁同時我哋都邀請咗我哋嘅戰略合作伙伴同大家一齊分享如何去助力企業加速數字化轉型。咁論壇嘅開始，我哋亦都掌聲有請 AI Society 創會會長 Microsoft 蘇仲成先生開場為我上台為我哋開啟一場充滿智慧同埋啟發嘅分享啦！大家掌聲有請。各位嘉賓、各位 VIP， 今日好高興邀請到，特別是徐總從那個杭州直接坐飛機到香港。那今天都請到好幾位很重量級的嘉賓來到我們這個論壇。那我還是轉回去用廣東話，好不好？徐總，不好意思啊。咁今日好開心啦，就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喺今個月發布嘅一本新書，叫做《你和你的企業如何不被 AI 取代》。咁呢本書咧，其實真係大家聽落去都有啲驚啊，係咪啊個主題？比較前瞻性高一啲嘅書，亦都係大家每日喺度討論緊嘅一個議題啊！喂 ，AI 越嚟越犀利啊，日新月異。咁相信每一位咧都喺度思考過呢個問題。喂，其實我哋能唔能夠駕馭到呢一個變革咧？啲 AI 越嚟越犀利。最近其實我哋都聽到有唔同嘅公司喺度講緊裁員，甚至乎有一間大銀行裁咗好幾十人之後，就話嗰班同事係需要重新考核。你要識得用 AI， 我就會請你；識我就直情會考慮啦。咁呢一個就係喺咁嘅情況下引致到，我覺得喂，其實真係需要去重新諗諗整個工作環境同埋生活環境係不斷咁因為 AI 嘅轉替而去再考慮我哋應該點樣去發生整個有價值嘅價值鏈，有 value chain 發生嘅。咁我喺呢本書咧，我會今日大概用10分鐘時間啦，同大家了解深入了解一下呢本書嘅核心觀點。特別係希望可以俾到一個方向同指引喺呢個 AI 浪潮中點樣去生存嘅大家。好，首先咧，我哋要正視呢個事實先。人工智慧其實係正以一個咧前所未有嘅速度咧，就重新架構呢個產業嘅邏輯嘅。深刻嘅改變咧，我哋深刻咁改變緊我哋而家熟悉嘅商業嘅經營模式。呢個係一個雙刃刀嚟嘅，其實一方面咧 ，AI 推動緊效率嘅提升，重塑流程，突破成本嘅樽頸。為咗企業咧，從嚟未試過帶嚟嘅一個特別嘅機遇。另一方面咧，就令到我哋有呢個生存嘅焦慮。根據 McKinsey 一個預測咧，全球有可能多達50% 嘅職位咧，都會被 AI 取替。喺呢個浪潮入邊咧，部分嘅企業如果未及時可以轉型咧，都難逃被市場邊緣化嘅命運。危機之中咧，就往往蘊藏咗機遇。關鍵咧就係我哋點樣去看待同應對呢一個變革嘅。
咁啊，呢本書嘅觀點啊非常之明確。其實，與其要擔憂被取替，就不如學識點樣去駕馭 AI。咁我咧就喺過去20年嘅科技創業經驗咧，咁啊提出咗一個好具前瞻性嘅觀點，就係 AI 應該成為大家嘅超級助手，而絕對唔係變成佢嘅取替者嘅。咁啊喺深入嘅思考一下咧 ，AI 其實想淘汰究竟啲咩咧？咁啊絕對係一啲重複同埋機械性工作，而留低嘅咧就係人類最唔想，即係最唔可以取替嘅核心能力，譬如創意、情感、判斷力，而呢個正係咧我哋需要放大嘅優勢。咁點樣可以放大呢個優勢呢？咁個答案就係我哋要學識用 AI 協作，咁啊建立人機共生嘅模式。當我哋將冰冷嘅科技咧轉為有溫度嘅價值咧，咁啊嶄新嘅競爭優勢咧就會喺呢場變革咧就變成一個不敗之地。OK， 喺人機共生嘅實際應用場景下咧，咁有幾個具體嘅例子，我哋可以講講點樣人機共生。咁啊，首先咧，其實設計師咧，就可以透過生成式 AI 咧，去快速嘅構思草圖。真正嘅價值咧，就最專注喺美感嘅打磨。咁啊，所以 AI 處理技術層面，而設計師咧就專注喺創意嗰個層面，就咁樣完美咗個分工嘅。咁啊，而科學家咧就可以利用 AI 分析大量嘅數據，加速咧新嘅材料研究。咁啊，諗一下，本需要幾年先完成嘅實驗分析咧，而家可以喺幾個星期就完成。但係咧，實際嘅實驗結果咧嘅解讀同埋研究方向嘅判斷咧，仍然係需要科學家嘅專業嘅分析同埋去判斷真正嘅使用方法。工業數據啦，工業數據分析師咧就可以利用 AI 嘅優化供應鏈。預測維修時間啊、市場嘅趨勢啊，咁 AI 能夠處理海量嘅數據，但係咧對於商業策略同埋嘅制度嗰個制定咧，就需要同埋啲風險嘅評估咧，就必須要人類咧去用佢嘅商業智慧去判斷。咁啊，另外啦，可以講講餐飲業啦。咁啊，餐飲業方面，智能點餐啦、機器人嘅服務生啦，就可以提升到顧客嘅服務體驗。但係咧，創造溫馨同埋用餐嘅氛圍，處理特別嘅需求，建立客人嘅情感連結咧，淨係仍然係要需要人類嘅服務作為一個專長。咁啊，最後啦，去到醫生方面啦 ，AI 其實可以協助進行輔助嘅診斷，提高診斷嘅準確性啦同埋效率。但係咁樣做嘅目的係咩咧？其實醫生最能夠騰出咗呢啲時間出嚟咧，就係回歸翻人民關懷同埋病人嘅溝通。咁啊，醫療嘅本身係關懷，而 AI 就永遠冇辦法取替嘅呢樣嘢。咁喺呢個例子話俾大家聽，其實人機共生咧並唔係人類嘅退讓啊，而係人類價值嘅升華。好啦，喺本書嘅第4部分，我哋會提到嗰個企業轉型嘅深層變革。咁啊，喺呢度我哋必須要認識嘅咧，其實係 AI 轉型咧，就唔係一個單一嘅技術應用，而係一場涵蓋咗流程優化、組織能力升級及企業文化重構嘅深層變革。首先啦，流程優化，企業咧需要重新設計業務流程，唔係單止用 AI 去取替人工，而係重新考慮整個工作流程，揾出最適合 AI 處理嘅環節，以及需要人類參與嘅環節嘅。咁啊，另外啦，喺呢個組織能力嘅升級啊，企業需要培養員工數據思維、
AI 應用能力，建立跨領域嘅團隊，令到技術人員同埋業務人員咧能夠有效協作。咁啊，最重要就係企業文化嘅重構。咁啊，企業需要建立創新同埋持續學習嘅文化，鼓勵員工擁抱變革，而唔係抗拒變革。咁以香港為例，我們正向住呢個新型工業化同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呢個宏願邁進。咁呢啲需要每一間嘅企業都要主動擁抱、積極咁參與。好，本書嘅第5部分咧就會提及到，我哋一定要成為一個 AI 嘅造浪者。咁啊，我試下用一句話嚟總結呢本書。個核心信息就係 AI 會取替企業，但善用 AI 嘅企業咧，終將取代嗰些拒絕改變嘅企業。咁啊，呢本書不僅啦係一本理論嘅著作，而係一本實戰嘅指南。佢會話俾我哋聽點樣喺 AI 嘅浪潮中，不僅去生存，而係茁壯嘅成長。而家我哋有3個選擇。第一個選擇就係成為被浪者，咁啊試圖避免呢一場變革，但係最終就會被浪潮淹沒，成為咗被逼退嘅人。咁啊最後咧而另外一個咧就係成為乘浪者，咁啊被動地跟隨潮流，但係缺乏主動權。咁最後其實就係最好就係成為呢個造浪者，主動咁引領呢個變革，創造屬於自己嘅浪潮。咁啊，我喺呢本書當然呼籲第三條路啦，大家可以主動咁擁抱 AI， 積極參與轉型，培養數據嘅思維，建立學習嘅文化。咁啊，與其要擔憂被取代，就不如駕馭 AI 成為呢一場變革造浪者。咁啊，不僅係一個態度，而係一個行為。好，今日嘅介紹係咁多，多謝大家。